盧教授，衛生局局長。尊敬嘅盧教授，我謹此寫信表達我對推動醫療融資同加強香港私人醫療保險嘅堅定支持。我係一名第4期非小細胞肺癌嘅康復者，深知醫療治療所帶嚟嘅財務負擔。自2022年12月確診以嚟，我已經為治療花費超過港幣300萬元，而私人醫療保險喺確保我獲得高質量醫療服務方面發揮咗至關重要嘅作用。若果冇私人醫療保險，我將無法獲得拯救我生命嘅醫療服務。私人醫療保險喺確保中產家庭能夠獲得及時同先進嘅醫療服務方面至關重要。然而，若果未能夠有效規管收費，私人醫療成本可能會失控，導致索賠增加同保費飆升，從而威脅到系統嘅可持續性。如果未能夠落實價格透明度，即使係已投保嘅病人，亦都可能因為擔心意外費用同埋過高收費而猶豫係咪尋求必要嘅醫療服務。近期，香港中文大學健康系統同政策研究中心舉辦咗一場論壇，探討私人醫療保險嘅策略性角色，並邀請咗嚟自亞太地區嘅政策制定者、學者同醫療專業人士參與討論。會議強調咗將私人保險納入全民健康覆蓋嘅重要性。香港嘅醫療系統必須保持可及性、可持續性同埋公平性。中產家庭喺支持醫療改革方面發揮住重要作用，而價格透明度係確保私人醫療保險作為可行財務工具嘅關鍵。我誠懇希望政府能夠進一步採取果斷行動，加強價格透明度，保護病人免受不必要嘅財務負擔。感謝你嘅時間同埋考慮，我哋期待有機會進一步討論此事。此致敬禮 Norman 伊理雪。